Hello，大家好，又嚟到花旗財富投資外匯短評嘅時間啦。我係陳樂瑤，今日係2025年9月16號。今個星期將會有4間主流央行議息，分別係9月17號公佈議息結果嘅加拿大、18號嘅聯儲局同埋英倫銀行，以及19號嘅日本央行。投資者要密切關注匯市嘅情況，以捕捉外匯嘅機會。加元方面，加拿大經濟基本面疲弱或者利淡加元，由於加拿大對美國嘅出口約佔加拿大 GDP 嘅18%至到20%，美國經濟放緩同埋美國關稅影響將會增加加拿大經濟風險。而8月就業報告疲弱，加拿大失業率升至7.1%。目前市場可能低估加方進一步減息嘅機會，預料美元對加元或者升至1.40嘅水平。非美交叉盤當中可以考慮沽加元買澳元，以捕捉加拿大經濟基本面嘅弱勢。澳元對加元下一個阻力位可以留意0.94至到0.95。日元方面，日本7月整體現金收入按年升2.9%， 7月實際工資由6月嘅按年跌0.8%反彈去到按年升0.5%。實際工資改善主要因為夏季獎金升幅拉高總現金收入，但花旗分析員預計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初，日本嘅實際工資或者可以迎嚟持續嘅正增長。日本政局方面，隨住日本首相石破茂宣布辭職，自民黨總裁選舉預計喺10月4號舉行，屆時或者會增加日元嘅波動性。總括而言，148.55至到148.85可能係美元對日元首要以及比較強嘅阻力位。美元對日元中期或者回落去到135至到140嘅水平。今集嘅外匯市場短評時間又差唔多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